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县的县议员蔡正宜外号胡撇仔，涉嫌跨境洗钱225亿，检察官甲起诉求刑10年。犯伊开庭是以3000万互交保，都较无4点钟咧，蔡正宜就顺利交出着保金，离开着法院。讲蔡正宜去年的8月就想要绕跑走去国外，结果出境的时阵，互检警抓落来走无成。这届伊真紧就装着保金3000万，而且包括伊的太太在内，有7个被告早就已经走到国外，所以引发着外界热烈的讨论。检察官嘛已经提出控告。场面闹热，声势真大。外号何所来？嘉义县议员蔡正宜甲因太太涉嫌集会跨国洗钱225亿，伫去年8月31日想要走出国。一白色车被移送到桥仔头地检署复讯，蔡正宜出境前互人炸落来。不过，包括因太太在内7名被告，早就已经走去到国外。穿因公司外套甲衬托，检方伫12月29日甲起诉，甲求刑10档，是讲过顿甲开庭，桥仔头地方法院法官入治伊3000万交保，限制住所、出境甲出海，而且接受电子的监控，较无4点钟，伊就去倾着保证金。检方不服，已经提出控告。检警查考伊住的所在有真侪精品的皮包啊，甲豪体真有钱。伫英国读册查某囝嘛甲买厝。伫社会媒体播出母仔囝的相片，依照平面媒体里报，何出来翁某真疼囡仔，搁买抱蓄，因后生读册是你使，是讲洗钱案爆发了后，听讲因后生赶紧找人卖车，敢若是要变卖状文。这栋伫高雄的豪体，就是因翁某的招待所，门禁密码网络的申请，拢由太太一手包办。检方调查出，已经也是洗钱核心的调度者。洗钱集团伫高雄设7大水房，拢伫市区的精华路段。即马因太太走去到国外，蔡正宜起诉裁定交保，嘛引起外界议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